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予你。既然你伫地里放个，伫天里也要放伊；既然你伫地里放个，伫天里也要放伊。各位兄弟平安，咱来开始今仔日的聚会。请大家来起立，做伙来吟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盼望。接续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子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见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拼出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将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文56篇。启文56篇，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各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伊来领有活命，这活命是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也会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
你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相依。该接落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伊全，诚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教育，嘛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诚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有礼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伊的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阮上加阮祝福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阮体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是怀将独一的囝，有家己显示出来。倒回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今仔日是教会日的大降节第4主日。世界所有教会伫即个节期日册来备办迎旨纪念主耶稣诞生的迄日。阮布置教堂、排练表演，互社会知影主你的降临，对伫阮甲即个世界有偌大的意义。为着端正弯巧的世界，你就将肉身牺牲家己，受到人恶劣的对待，并赦免消除阮人类的不义。伫今年中，阮看到有人因为个人的私欲，发动了战争，造成了侪人的死失，侪人丧失原本幸福的生活，阁无人有法度来阻止。我嘛看到有人为着家己的利益，无顾别人的自由甲腹肚，用激烈的手段来控制疫情，这拢是出于人的罪行。拄啊好发生伫对世界真有影响力力的遮个人的身上，互咱看到自我中心的可怕。当手摕天国的锁匙的教会，就是咱。遇到即款的灾难，应当怎样回应？纪念主你的诞生，提醒阮爱按照你的方式来。对人的心开始，这是教会的任务甲责任。当阮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的时阵，我爱承认认罪来承认家己目中原来有牛目。用同款是做人的心情来体谅别人，对别人眼中的刺，用挽回的方式来替论断。相信这个方式是你所意爱的。阮今仔日纪念大降节，搁较大的意义是等听候你的再临。祝你应允，有一天你会搁再来，将世界问题最完全的解决。这是阮日日期待的。阮今仔日就伫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伫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信仰告别，接纳3位兄姐，成做教会的成员，请你甲阮做伙来欢喜。昨昏阮翻送阮亲爱的祝美姐到你遐去，祝美姐。如今已经甲济大先去你遐的兄弟做伙享受，甲你同在的喜乐。阮虽然真毋甘，但是阮心内为着伊来欢喜。主啊，今仔日个礼拜对头到尾拢是要荣耀你。阮用虔诚甲倚靠做者献上，求你悦纳。安尼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
赞美，请雅音合唱团，因要献的诗是献上我的歌。今仔日有两位圣经，第一位是以赛亚书22章20节到22节，我来读。到迄日，我要调我的奴仆希勒家的囝伊利亚敬来，
我要将你的外袍予伊穿，将你的腰带予伊下，将你的证书的权交伊的手。伊要做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甲犹大的家的爸。我要将大卫的家的宣誓下伫伊的肩头，伊开就无人会关，伊关就无人会开。第二位是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你着写批，互伫腓立比会的教会的使者讲：是圣是真，有大卫的锁匙，开就无人会关，关就无人会开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所做，你看，我伫你的面前已经有甲你开门，是无人会关的，因为你有淡薄气力，已经守我的道理，袂捌毋认我的名。撒旦的话，家己讲是犹太人，其实毋是，是讲白贼的。我要赏赐你，互因来拍伫你的骹前，搁互因知我已经疼你，因为你已经守我吞忍的道理。我也要收你脱离迄个试炼的时，即个时要到伫天下来试炼拢总徛起伫地上的人。我紧紧到，你所有的就持守伊，免得有人抢你的冕旒。得胜的人，我要互伊做跳伫我上帝的殿内，决断无搁出去外面。我也要将我上帝的名以及我上帝的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对我上帝降落的名，搁用我新的名，拢写伫伊的顶面。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圣经读到遮，下面讲到请张牧师题目是大卫的锁匙。是毋是个甲顶边共款的问题？你那边没有？我想，互因处理，咱先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寒冷的天气中间，阮用热切的心，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你的圣殿，阮来尊重、来学乐、来感谢、来领受。上帝，你通过今日圣经所要教示阮，所要应允赏赐阮的福气，主求你特别保守身体较衰弱，伫即个第一道寒流来到台湾的时，保守阮有勇健的身躯，有喜乐的心灵。特别伫圣诞节，虽然大家无闲刺刺，伫准备庆祝圣诞，总是也帮助阮。有安静阮的心的时刻，来思考这个圣诞对我的生命、对我的家庭、对南门教会到底有甚物款的意义？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通过今日敬拜，搁一届，互阮知阮新的身份，也知影你所甲阮开的门，因为阮有天国的锁匙，阮就勇敢面对，无法度通阮无法度通控制这个时代的变化，总是阮心内有迄个平安，有迄个笃定，因为你已经将天的第一权赏赐主耶稣基督，伊也将天国的锁匙来赏赐互阮，阮用安尼来面对一切挑战，也来赢过，直到阮会通伫上帝殿做跳，得到上帝你赏赐阮新的名，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今仔这个有一点问题哈。我想大港节第4主日，几乎当年的大港节，咱拢会唱，即马台语圣诗第41首吼，叫做请来请来以马内利，差不多当年拢会唱。总是咱可能真学去甲想象
迄个犹太人，因以色列人咧唱即条歌当时的心情。以色列人、犹太人因一直无法度通去体会，为什么阮是上帝选民，有摩西律法，总是上帝你互阮的国家灭亡，互阮伫即个亚述甲即个巴比伦的帝国的侵略以下，所失落迄个主权，成做殖民地，所以因一直咧期待。上帝，你通过先知，通过真侪只你的奴仆，伫迄个所在启示阮讲，迄个以马内利，迄个上帝要甲阮三甲地地的，真紧就要来。所以因大概唱即条歌的时，就是拢咧期待迄个救世主来脱离国家即个受困着受侵略、无主权迄种的情形。所以，如果你若唱以马内即个圣诗第41首的时阵，有几节啦吼，总是毋捌你捌想过无？第一节是请来以马内利是上帝甲咱三甲地的迄个救世主，请你赶紧来。第二节是请来亚西君基，亚西君基是什么意思？亚西君基，亚西是大卫王的老爸。因为以赛亚11章第10节吼，以赛亚先知都有预言讲，到迄日亚西军头要徛做万百姓的旗，到迄个时阵，列邦拢要归我伫伊安息的所在要大荣光。所以第二节是讲，请来亚西的军旗，亚西的军头。第三节就是讲，请来大卫的锁匙。请你用下一章，大卫的锁匙。为什么会讲大卫的锁匙？我想全部都把它弄出来好了哈。我来请教一下哈。你即摆身躯无锁匙的，举下手一下。锁匙甲咱生活离不开咱的生活啦吼。对我这个年纪来讲，一日到晚咧找锁匙啦。有一天出来，毋知咧赶紧啥门敲起来，哇！就了500块去叫开锁的，来甲咱开锁，伊的锁匙等伫内底。总是渐渐，咱即马时代已经进步到差毋免用锁匙啊！即马真侪车是用生物辨识吼。你到遐，恁兜的大门可能用生物辨识，你就挺好开门。总是三炮伫咱即个时代，抑个足侪所在，你也用着锁匙。你有金库。你有重要的档案，你有各种的话，你爱用锁匙去开。所以锁匙，你若拥有这个锁匙，代表你拥有开迄个门的迄个权柄，也代表有这种的责任。我爱把这个物件保护好。所以咱摕到锁匙，代表迄种有权柄啦吼。所以咱无偌久以前有选举，选举的时阵，咱就将治理台北市的迄个权柄来交互蒋万安。咱毋茫讲后摆你甲这个城市来治理又好势，所以伊受选了后，嘛代表这种的责任。所以权柄，咱交互伊就是。毋茫也信任伊会好好来做这个代志，所以我会通将阮兜的锁匙交互你，你随时会通来阮兜，代表我非常信任你，代表我交托你。我无伫个时，你去入去内底甲阮看，甲阮安那，嘛包括这种犹豫。所以有时有一寡国外的市长来较有声望的来，咱会用送伊一个。需要吼，即个台北市的锁匙，就欢迎你随时拢会通来到阮的城市来自由出入。所以锁匙是代表这种的权柄，代表的锁匙嘛代表迄个权柄。今仔咱需要用一寡时间来解说这段圣经的历史的背景。以赛亚22章21节吼以赛亚甲
一个人，看下我会介绍，叫做谢伯纳吼。伊甲谢伯纳讲一句话，伊讲：我要将你的外袍互伊穿，我要将你的腰带互伊下，然后我要甲你停职，收回迄个锁匙。我要将代笔假的锁匙交互另外一个人。迄个锁匙是代表伊完全的权柄，开就无人会关，关就无人会开。伊甲什么人讲？来看下一个。这个是伫较头前遮吼。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先知以赛亚讲：去，你去见一个人，迄个人是咧将库房的，就是皇宫的管家，叫做谢伯纳。你对伊讲：你伫遮啥事？你伫遮有甚物人？为什么你为着家己拍坟墓？你伫悬的所在为家己起坟墓？为家己伫石盘顶起一个徛起的所在，所以咱看下一个谢伯纳是甚物款的人？伊当时伫以赛亚时代，伊是希西家王内底的总管家。用今仔日咱政治的了解，伊可能就是苏贞昌，类似即种的，伊有迄个权柄，毋若掌管国家的财政，掌管国家的经济，伊嘛有足大的影响力，所以当时伊个国家受到亚述帝国真大的威胁。所以伫迄个细细国家，伊伫迄个所在，希西家王有一个选择，就是靠咱无法度通抵抗亚述，所以咱可能爱倚靠较强的气力来帮助咱。这个谢伯纳就一定主张讲，安尼咱来对南方的埃及求帮助，总是以赛亚当时对伊的同胞讲，也无绝望的啦。上帝通过亚述是要甲恁警告，咱大家若悔改认罪，倚靠上帝，上帝一定会帮助咱脱离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的威胁。所以这个谢伯纳伊外交的主张就是倚靠埃及。毋然安尼，即个原来是外国王，即个谢伯纳，伊伫伊家己的职位权顶，为着家己将来，敢若咧起金字塔共款，伫石盘的权顶，伫悬悬的所在来起家己将来的梦。要以后的人拢会记你讲，即个是希西家王的大神，是做偌济代志有力伫迄个国家，为着家己的名声伫遐咧做代志。咱看下一章。咱讲伊是乱世奸臣啦吼，毋若利用伊的职权为家己谋取一些福利，也发挥迄个影响力。即个外交政策，甲当时以赛亚所咧讲的完全无共。讲伊讲，咱都倚靠上帝，倚靠上帝是咱倚靠咱悔改，伊是用亚述来提醒咱爱归向伫上帝。所以即个谢伯纳伊无要照以赛亚先知所讲的，照伊一直要做，所以然后咱今日读到即个以赛亚22章，咱看下一章。所以伊甲警告22章17节，看你将来遭遇什么事情，耶和华要亲像有真有气力的人，要甲你弹出去，要甲你包密密，甲你卷做一卷，甲你弹去到远远看的所在，亲像咧迄球。亲像咧踢球，咱即摆世足赛一样，甲你踢球踢到远远，你将来会做主人的家的能力，你要死伫外邦，连你感觉你即摆坐真阳光的这马车，也要伫迄个所在，我要革你的职，律你的位，你会从你的职位上被停止，甲你绑起来。咱看下一个，所以。下一个没有吗？总是你即时的权，我要交予另外一个人，要交予什么人？叫做以利亚敬。到迄日，我要调我的奴仆希利家的囝以利亚敬来，然后你今日穿的即个水的衫，迄个袍我要互穿，你的腰带我要互下，
你今仔日掌管的政事管理，我要交伫伊的手，然后伊要做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甲犹大家的爸，伊要掌管库房，代笔的家对希律家所有的官兵，迄个锁匙要下伫以利亚敬的肩头顶，有完全的管理。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咱会通小可想象，当时希西家王的时代，有3个重要的大臣啊，吼，有3个武士啊。咱来看列王下卷18章的18节，亚述人的军队拍到耶路撒冷来，啊，所以因就派人去甲希西家王讲：你爱派你的大臣来甲阮讲好的条件。所以希西家王派3个大臣出去。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敬，另外一个就是色便拿，一个叫做约雅。所以咱会知影，当时这个是希西家王真重要的3个人，其中的2个。啊，这个以利亚敬，迄个时阵已经取代这个色便拿，成做伊王宫的总管。总是权力会互人腐败啦吼。以利亚敬头啊。以赛亚对伊有真大的期待，总是后来伊也对了。咱看下一个，后来伊所拄到的代志。以赛亚2章23、25讲，以利亚敬，我会建立伊，啊，我要将亲像钉啊，甲伊钉伫壁里，伫坚固的所在。所以伊要伫迄个所在，伊老爸阳光的座位，啊，总是。搁落去，这就真趣味。人要将伊的老爸家阳光、子孙，既若弃区的大税，对办到平啦吼，遐物件拢要吊伫悬顶。万军的耶和华讲，到有一日吼，这个钉啊会落落来，钉啊钉伫坚固的所在，迄个钉会全垂落来，也要受错断，加留落去。吊伫悬顶，一切物拢要无去，因为这是耶和华讲的。这甲咱咧看今仔日的即个政治真共啊。当时吼，伊想讲哦，即个换做我来做皇家的这个总管啊，我的权力定伫壁呢，足用咧。总是即周围即亲人、子孙，即朋友啊，扶贫果党遐个人，大家拢活来，因为有伊管理，啊，这顶啊悬顶就吊足侪有诶无诶物件，啊，大家都贪污，都歪高，啊，这个顶啊有一天会落落来。所以咱会通看见，伫伊咧有言的中间，即个权力核心，本来感觉讲我足稳啦，啊，我今仔徛伫即个位足稳啦。咱伫最近的台湾的即个。政治咱嘛看见，讲我得到政权，我已经很稳了。总是悬顶迄黑道啦、贪污啦、什么挂钩一大堆，啊，选民就会去驾驶这种的人，迄个钉啊全垂落去、加落落去、破糊糊去。所以权力确实是一个魔戒啦，吼。咱讲迄个魔戒，你若得到迄个权力了后，真正真恶个啊！北倒落来，咱看民主化以后的台湾，咱捌偌侪摆，望即个人会通带互咱更较幸福的生活，总是互咱看见侪失望。迄个权力互人对落到迄种的程度。咱看下一个，所以人就是有一种私心，当握到权力以后，真紧就腐败去。所以大笔的锁匙后来都无写出来了后，是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所以咱今日看见吼，启示录第3章第7节，上帝要将迄个大笔的锁匙交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伊安尼写讲，你著写配合腓拉底菲亚的教会书架，甲伊讲，迄个是圣的，是袂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袂歪果的，是真的，是有大笔的锁匙的。所以到最后旧约的时阵，上帝把甲大笔的锁匙交互遮个，认为讲可能会当来治理遮伊的百姓，总是到最后人拢好失望。所以到最后，迄个拥有大笔锁匙的是只有耶稣基督尔。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要上天
伊甲伊的百姓、甲伊的学生讲天的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今日拢已经交伫我的手中。伊是大笔的锁匙，大笔的护卫。上帝已经将这个锁匙交伫我的手中。咱来看下一个。今仔日下午菲拉底菲亚教会吼，我想咱也知影讲，美国有一个城就叫菲拉底菲亚，意思是兄弟会疼吼，伊兄弟会疼。咱知影启示录，上帝通过约翰伫拔摩海岛写互7间教会，其中1间就是菲拉底菲亚教会。菲拉底菲亚教会是当时有足侪小小的王国，白加摩的国王为着纪念因兄弟的疼，所以建立一个城市。主前3世纪建立一个城，可能毋是真大，总是地理真重要，因为迄个所在是咧希腊文化，也是罗马这个贸易一个重镇，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门户啦吼。像讲咱今仔日咧讲香港可能是要入去中国一个真重要的港口港一样。这菲拉底菲亚伊的地位真重要，后来就诚做传福音一个真重要的基地，为遐出去。这个菲拉底菲亚，慢者，菲拉底菲亚有3摆北方换做名去，请你回到前面那一个。虽然北方好过换名过去啦吼，总是伊也是用菲拉底菲亚这个名，菲拉底菲亚名后来历史上留名。7间教会内底，伊是上弱小，总是伊是伫历史上上长教会上久的时间，到17世纪这个所在，这个教会才会无去吼。好，咱来看下一个，就是启示录7间教会。我想这地图你可能看无啥有啦吼。为悬顶的白加摩是上悬顶这个这个草地中的这个所在，菲拉底菲亚多伫迄个所在。咱来看下一个。咱来看这段主要启示录上帝甲7间教会的人讲的话。耶稣甲这间教会讲：我知影你的所做，所有教会所咧做的代志，咱的主拢知影。耶稣甲菲拉底菲亚教会讲：我伫你的面前已经甲你开门，是无人会关的。我知影你虽然有淡薄的溃烂，我知影你过去守我的道理，毋捌毋认我的名。我嘛知影今仔日有异端撒旦的会，才会假犹太人伫迄个所在要带恁，搁倒转去守摩西的律法，无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会撒旦的会人，才会讲白贼的。我要互因拍伫你的面前，来降服，搁互因知影，我非常疼恁即间的教会。下一个。因为你已经守我吞论的道理，虽然你教会弱小，总是一直毋捌无认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要守，我也要保守你脱离将来的试炼，将来试炼要到天下，所有拢徛去地上的人，我有迄个试炼到，总是我会保守恁即间教会遮的人，我紧到。你所有的就持守伊，免得有人将来抢你的免流。伊讲得胜，如果你若通坚持到主的过来，到迄个最后的时间，我要互恁做跳伫我的上帝殿内，然后决断无搁甲恁等出去外口，亲像我咧等迄个色变也是迄个以利亚敬一样。我要将我上帝的名，甲我上帝城的名。以及我家己新的名，拢写伫伊的顶面。旧约甲新约，事实上当时，这个约翰伊咧预言的时阵，伊知影这个城市捌有3摆互换做名，所以当这个主再临的时阵，我要保证恁会得到3个新的名。所以咱对读转这段圣经这个启示录第3章第7节讲的。咱会通甲整理出来。我已经为着你
开机会的门。今仔日抑阁有真侪问题。第二，虽然我知影恁教会毋是真勇真弱小，总是我知影恁过去一直拢坚守我的道理。我会甲恁保证，恁即时虽然有对敌，虽然有异端，总是我要互恁得胜。后来我保守恁脱离将来的试炼。即摆上重要着持守到最后。恁所得到即摆公营迄个免流，毋通去互别人抢去。将来回来底会教会，我要互恁成做上帝殿内重要的条。迄个条管顶要刻3个新的名，就是上帝的名，就是基督耶稣基督要互恁新的这国民新的耶路撒冷国民。咱来看即几段的意思。教会有困境，甲伊的应允。事实上，我头先有讲过，7间教会内底，回来底会教会是上弱小的。所以力量是较无遐尼大的力量，通去传福音。外在有犹太人来迫害啦，教会内底有一寡问题。大家怀疑讲恁是毋是会通坚持？咱知影当罗马时代时阵，教会受到上大的迫害，就是恁爱承认罗马的即个凯撒是主，恁袂当用基督是主来宣称恁拢是罗马帝国即个统治下的百姓，只有凯撒是恁的主，总是因毋捌无认基督的名。伊讲将来要即个新的名来赏赐互恁。3个名，第一个是恁要有上帝的名，第二就是恁要有耶路撒冷国民的身份，新的耶路撒冷国民。恁有我的新名，我的新名代表基督的新娘。伫咱的传统的观点，咱特别是姊妹文化上真侪人结婚了后，拢加一个新的名，冠夫姓。冠夫姓，我是本来我姓黄嫁互姓张的，就张黄什么安尼，一个新的名出来。所以今仔日咱会通看见，对回来底会教会看今仔日咱的教会。事实上，咱抑阁有受到真侪的即个需要来反省，伫信仰上，咱是毋是会通坚持咱的名？特别咱即礼拜看见中国阁禁止真侪即个农产品，是即个高饼业啦、酒啦，拢被禁止了，因为伊的市场真大。伊节起了后，伊一直毋望会通得到即个一寡商业机密也好，也是讲伫迄个中间来表示讲你产地一定爱写中国台湾，我才会通互你入来。即说这代志一定互你变做讲，你一定爱表态，你爱表态伫即个政治观点，你爱来表态。所以咱今日看见真悲哀，就是咱有真侪同胞有生理。有村里的人有各种的迄个即艺人要去中国趁钱伫迄个所在生活，因拢需要爱表态。你袂当讲我是台湾人，你若安尼，你就可能就是台独。所以这个代志就是，互咱会通伫遐想讲，如果亲像安尼，有一天我爱为着我的信仰来表明，我要坚守。伫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的时阵，我是毋是有缘加入伊的名？咱来看下一个。因为事实上有主权、甲尊严以及经济利益、生活的需要等等，我想毋是遐尼简单会通互咱讲我真大胆。有一天，如果伫信仰迫害临到的时阵，我敢毋认即个会损害我利益的，我会通认主的名，还是我会亲像彼得伫危险的中间3摆无认主？咱有真侪亲像彼得即种的软弱。咱来看下一个。今仔日咱对回来底会教会来看南门教会。
我想伫台湾即个环境内底，咱会通伫台北市有遮尔水规栋的教堂的建筑，咱有真侪人才，伫财力上、伫人力上，咱袂当讲亲像回来底会啊教会是力量淡薄。总是咱爱考虑的就是，咱敢有坚守主的道，咱敢有高举主的名。有时咱会真感觉，也值得咱骄傲。总是有时咱敢若愿意付出金钱财力方面来帮助这弱小的集体。当然，对台北中会来讲，南门教会对我的奉献，大概拢是算前几名的。总是咱始终是毋是愿意付出咱的时间甲精神去传福音？今仔日长老教会、南门教会同款拄到真大的挑战，就是台湾规个社会是少子化，而且又高龄。伫即个情形内底，要安怎传福音？咱语言的限制等等遮的，总是亲像会内底会啊教会伫迄种的处境内底，虽然因气力真淡薄，总是毋捌无认上帝的名，毋捌来互主耶稣基督来失望。咱要安怎伫70周年了后，来搁一届来看上帝甲咱开福音的门？保罗会通去传福音，因为背后有安提阿教会的支持，背后有一寡遮的气力伫遐来支持伊。所以，伫哥罗西教会时，伊伫迄个所在来拜托哥罗西教会兄弟姊妹，甲因讲，请恁替阮祈祷。咱兄弟姊妹，咱做伙为着南门教会来祈祷，求上帝甲阮开传道理的门，互咱伫即个时代变化中间，知影安怎来吸引今仔日有足侪选择的这青年人，愿意搁一届倒转来教会，伫迄个所在来因人生初步的阶段。拍真好的基础。阮迄个时代教会是青少年时代活动的中心，大家来教会拍乒乓真趣味。今仔日咱社会有遮尔侪吸引青年人、吸引囡仔的所在，因伫网络上伫各方面会通得到足侪娱乐、足侪趣味的所在。咱有真侪条件，咱爱求上帝甲咱开传福音的门，帮助咱面对今仔的挑战。今仔咱教会要庆祝70周年，咱刚才咧过去的恩典，总是头前的道路，咱要安怎来做？是毋是咱犹原亲像保罗来求上帝，甲阮开传福音的门？你互咱们教会伫即个所在70年久，阮头前要安怎去传福音？要安怎为上帝你做见证？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当保罗伊第一摆传道旅行倒转来了，伊倒转去到安提阿教会，因安提阿教会支持伊传福音的事工，伊真兴奋，伊甲兄弟姊妹分享，已经到，就组织教会这兄弟姊妹，甲伊报告讲，我即届传道旅行，上帝甲阮做伙行一切事。伊讲起上帝怎样替我开对外邦人传福音，互因来接受即个真理的门。所以，咱感谢上帝，毋茫咱更较侪祈祷，伫70年要庆祝的时阵，求上帝甲南门教会开传福音的门，互兄弟姊妹有传福音的心，因咱周围还佫有真侪还无信主的。所以我今仔日也拜托咱大家，圣诞节你要请你的朋友来是上好的机会。真侪今仔日虽然圣诞节已经商业化，也是一个变做有一点变质去，总是圣诞节。如果12月24，你会通请伊来参加咱的庆祝会。25，咱的圣歌队用遐长的时间，遐尼侪精神，用真水的这圣诞音乐，你邀请伊来到这，互上帝来继续迄个圣神来做接续的工课。今年咱有一个特别的节目，伫12月30日，毋茫咱用反省用祈祷来创造2022年，咱有一个年终的祷告会，礼拜六下午7点，看来咱报告讲到。也佫有咱要庆祝70周年的时阵，特别安排每年1月、2月、3月有3场的即个培灵报道会。1月、2月、3月，一个拜六甲礼拜日，遮毋茫佫一届来
兴起咱迄个传福音的热诚，搁一摆坚定咱的即个对上帝的疼。所以咱会通知影，腓拉底菲亚教会3届改名改名，咱教会嘛经过3个战处，本来伫日本宿舍，然后来伫即个中天南路即个起的拜堂，以及咱2002年新的拜堂，有即个3个阶段。基督的名伫南门即个社区继续来担负传福音的使命。咱看下一个。今仔日，伊对腓拉底菲亚教会讲的话，也对所有南门教会兄弟姊妹讲：你所有的持守伊。70年来，咱的信仰前辈所甲咱建立的，咱就持守，唔通免留迄阳光去别人抢去。咱会通坚持到最后，得胜的人，我要互伊做跳伫我上帝殿内。是真重要的条则，决断无搁出去伫外面。然后我要将我上帝名以及我上帝圣的名，搁用我新的名，拢写伫迄个顶面。3个新的名字，3个新的名，第一个是我上帝名。今日咱读的圣经内底1章12节，既若接纳我信我名的人，我就要赏赐有权柄，做上帝囝哩。所以今仔日你已经有上帝的名，是上帝囝哩的名分，你归属伫上帝的城的名。你今日是台北市民，你今日新北市的市民，今日你是新的耶路撒冷的国民，是上帝国天国的国民，你有这个身份伫咧然后你也要得到基督的新名。耶稣基督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咱伫伊的名称做教会咱继续来跑走头前的道路。所以大笔的锁匙交伫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将这个天国的锁匙交伫教会，也交伫你甲我的手中。当主耶稣伫世间的顺，伊时间真短，伊毋知影别人安怎看伊，所以伊甲这学生问讲别人安怎咧评论这个耶稣基督？因讲你是先知等等。然后耶稣甲伊学生问讲那你咧？你看我是甚物人？彼得用100分得到100分的答案，甲讲你是基督，你就是迄个弥赛亚，就是代表的伫亚瑟军头是代表的锁匙的，你是真活上帝囝。耶稣甲伊讲，这是圣神启示你的，你是彼得，将来我要起造教会，然后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交伫你。兄弟姊妹，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当你接受洗礼，伫主耶稣基督的名的内底的时候，你就拥有天国的钥匙。将来你要倒转到永远的国度，将来咱伫世间最后一口气呼出以后，你有这个天国的锁匙，通进入伫上帝国也无。毋茫咱对伫代表的锁匙，到天国的锁匙，咱拢会通把握。咱做用今仔这个金句，做伙来读。我用天国的锁匙予你，既然你伫地里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既然你伫地里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最后头前是天国的锁匙，毋茫你甲我拢有把握，我有得到天国的锁匙，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予阮会通对伫耶稣基督的身份来看见，确实阮亲像人真软弱，亲像色变啦。亲像以利亚敬，当阮得到管理，当阮得到阳光，得到职位了后，阮真紧就会腐败，阮真紧就会骄傲，真紧就会怨毒，真紧就会失落上帝你交付责任迄种的责任，迄种的互阮的锁匙。主啊，阮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总是今仔日，阮感谢上帝，互阮一个新的名。互阮会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天国的锁匙，成做天国的国民，也成做一个圣洁耶稣基督的新娘。过去70年，你对咱们教会做恩待，做带领甲祝福，亲像腓拉底菲亚教会，恳求主你也对这段的圣经，互阮咧庆祝70周年的时阵有所反省，伫迄个所在来经验，阮是配得。互上帝你信任交托，你的囝儿，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去，
来先来圣礼典，然后再来吟迄个圣餐的歌。咱今日真欢喜。要接纳主耶稣基督来做因的救主，要接纳受接纳伫即个上帝国度。所以咱先请要接受圣灵洗礼、群灵甲春子，请恁来头前来伫上帝甲咱众人的面前来誓约，请恁面对我所听的是姊妹，主耶稣有交代咱，等于对世人中国话，伊还未上天以前，伊有宣告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伊也叫咱讲，既然耶稣所教示命令咱的，就教示这新的学生来遵守。就我要日日甲恁三甲日日到世间的路尾，所以亲像迄时耶稣基督的交代彼得也对反悔的人讲：恁伫主的名着接受洗礼。今仔日我也对恁两位讲，恁着亲信，主已经应允咱，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伫主的名来接受洗礼。今仔日即个圣礼典就要诚做恁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也要对领受洗礼、接受上帝赏赐的圣神，互恁结连伫基督。所以恁已经清楚今日洗礼意义你需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回答我即个几个问题请恁来回答。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是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要诚实反悔认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一世人尽力来服侍上帝，行伫耶稣基督爱咱行的道路，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伊的国度、伊的名下。即是请咱的中职伫即。做信用个别请咱小会员，请咱来握手，民务长就请握手来代表教会来甲伊欢迎。我代表教会将一本圣经甲洗礼证书来送互陈春志甲邱群玲趁这机会介绍伊的家人，今日足欢喜春志的太太自然看见伊要做信用个别徛起来，互阮甲你欢迎他们夫妇两个今日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群玲来介绍起邱医师啊、侯老师啊、群一在这里吗？啊，他们家人啊，还有很重要，我要介绍他的未婚夫，那请基台明年的3月啊，李鹤平啊是群玲的啊未婚夫，明年的3月要在我们教会结婚，我们啊恭喜他们，好啊，谢谢，请回座。啊，这时啊，请这个啊志安来头前吼。啊，志安伫过去的年日，伊捌伫聚会所接受过洗礼，啊，总是咱今仔日搁一届来，请你伫上帝甲阮众人面前啊来，搁一届提醒你早前已经甲上帝所立的约来归属伊。内底献你家己，互伊啊来定心誓约，要服侍伊。啊，主耶稣基督有甲咱讲，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天的爸面前也要认伊。所以即时，请你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回答我的问题：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会通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要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互咱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以后一世人，你要倚靠上帝恩典，尽你的气力来服侍伊，行伫伊爱咱行的道路关顶，尽一个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也无？咱来欢迎啊李志安姐妹，诚做咱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请咱搁一届请小会员来甲伊欢迎哈。啊，赶快咱我用一本的圣经来送你做信仰告别的纪念。我特别感谢张牧师吼，过去11礼拜久，逐礼拜拜四，甲春志甲志安互因上这纪要真理的课程。当然说的是一个另一个阶段学习的开始吼。毋茫。伫即个大家庭内底，咱大家时常为着因来祈祷。这是请咱来吟圣诗先准备心来守圣餐。圣诗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咱一个吟就好。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奉主名亲对来做伙。今仔有两三人主进，愿较心你当主会。早时有主的使徒，奉基督生命这道，感谢主万民的上帝，当百病旁背健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到背有健康健康，将大力显我家邻家。
亚，哈利路亚，重视好在心天线。欢迎囡仔属于教会陪参者，就是个别过信仰、接受过洗礼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耶稣基督同坐道。当主耶稣受卖迄暝，伊摕饼对学生讲：“这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看，这个杯要成做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就照主耶稣所命令的，要用行安尼来纪念伊，来摆即个恩典的筵席。请咱闭万心，做伙来领受即个恩典的宴席。当主耶稣受卖迄暝，伊有摕桌顶的饼对学生讲：“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的罪来拍破的。为着咱来死伫十字架顶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的长老来祝福。这个是上帝实体恩典的记号。道成做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借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咱甲上帝关系得到恢复。这个就是咱的弥赛亚，是咱的救世主。这个婴仔是为了要牺牲来出世的。弥赛讲，伫极高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当咱用信心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的时，咱就会通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咱就会通得到新的名，来有份伫天国的福气。请咱先把迄个塑胶袋甲伊提起来。提起这，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拍破的宝体，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看，这个杯要成做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所流出的血，伫宝血的亚坎的下面，咱会通得到救。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所流的血，是新约的记号，咱来领受，来纪念伊的恩典。
这个杯是神的记号，是主耶稣基督为所设立的，咱今日来纪念伊。大概收圣餐的时阵，我拢要提醒，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时，上帝借着摩西通知以色列百姓讲，伫搬过节的时，恁着抬羊羔，然后将羊羔的血抹伫恁厝的门墘。当迄个审判暗时到的时，灭命的天使来埃及地施行审判的时，伊看过有羊羔保费的记号，伊就搬过去，无将死亡带到迄个家庭。主耶稣就是搬过节为着咱牺牲的羊羔。当咱领受这个新约的记号，当咱借着伊的保费，甲上帝和好的时，咱也会通做得到赦免，将来伫上帝国度，人得闪上帝对咱罪恶的审判。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是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今日来纪念伊。在咱也阁有人无领受，不管你伫什么教会接受过洗礼，阁别过信仰，拢欢迎三甲有份伫即个宴席。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今日来纪念伊。咱要感谢，甲凭着咱的信心来领受，这个杯是神的记号，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所留的，咱今日来纪念伊。主耶稣对学生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的罪来死，直到伊过来，到咱这个永远的国度。愿上帝平安，甲咱三个一个。下面咱来奉献，请陈宝赛执事甲听小文执事。带金
奉献的诗，请大家起立。我会听堂求主赞，听你也过一世间，当我立志献家己，永永全全归乎你。阿门。真济。下面我来报告，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4主日，咱今仔日点到代表启示人爱的第4期蜡烛，互咱来准备心来迎祭主基督的降生。礼拜后，请大家留步来互相来交陪交义请安。今仔日真欢喜，咱举行成人的洗礼，有春姊兄甲群灵姊妹，信仰个别是蒂安姊妹，欢迎因会当归入咱属灵的大家庭。第3项就是伫拜六，就是12月24下午的这个3点半，咱教会要来举行，请来平安耶稣的圣诞庆祝会。伫下晡6点有一个爱餐吼，咱是伫下晡的这个2点45分开始报道，请大家会记哩来领取这个参观甲这个抽奖的这个经文的图卡吼。咱迄个爱餐组织的所在有分配啦吼，咱周报有记载吼，就是双联妇女夫妇甲长青乐火站甲手机班是地点是咧地下室吼。儿童主日学基教团契、搬教团契的地点是4楼，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小基教敬拜团的地点是伫5楼，献歌队是伫6楼吼，请大家按照所指定的所在来集合。咱12月24。迄天的下晡吼，要召开中执会，请大家注意吼，中执注意。后礼拜10月25吼，是要举行圣诞赞美礼拜第1场的华语礼拜暂停吼。赞美礼拜的时阵，咱圣歌队会带领大家用因这段时间所锻炼的这个美妙的诗歌来带领咱来敬拜吼。事工的这个有定表。每年的第1季的事工有定表，请各团契负责的人，伫拜3进前将这个有定表交予办公室来做回正吼。咱的这个奉献的这个会计年度的关照吼，就是讲意思就是讲，咱奉献要算今年度的，就爱伫后礼拜吼，后礼拜上尾一个主日，就是伫后礼拜进前奉献的，算今年度的奉献啦吼。请大家兄弟注意一点吼。头拄仔牧师有讲，咱今年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咱年底，就是11月31暗时7点到8点10分，咱教会要来举行年终的祈祷会吼。咱一般来讲的跨年祷告会，但是咱毋是伫5月的时阵咧举行啦。希望大家兄弟做伙来参与吼。咱来为着咱新的一年展望来祈祷。团契的消息吼，就是咱双年团契伫礼拜后要伫地下室来举行例会，吼邀请即个朱牧师来底讲。我若要为着后礼拜吼，后礼拜即个圣诞庆祝会的节目来练习啦吼。咱伫寒假吼有儿童主日学有要举行冬令营吼。要伫2月初2到2月初5，3天半的时间伫咱教会来举行，开始会当来报名吼，请大家注意到这报名的这个消息吼。大道的事项吼，请大家为着圣诞新年的这个期间，全世界的各地和平来祈祷。咱知影讲，咱即马世界上有咧发生战争吼，咱特别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嘛为着咱圣诞节的庆祝会、圣歌队的这个赞美礼拜等等，咱的圣诞节相关的活动的筹备来祈祷。第3点就是咱即马最近今仔足寒吼，天气变化足大吼，
啊，咱为着，请大家嘛为着咱诶长者吼，也是幼儿吼诶健康来祈祷。老师毋知有补充？头先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今日大家做伙来各做礼拜，毋知有新来无吼？华美，你敢要介绍你的朋友吼？是你的朋友啊？我美国的会友。好妹妹，你的妹妹啊，是，对，欢迎哈这华美啊，单纯24岁太太已经要这礼拜要登去美国啊吼，有真侪多位美国登来，拢做这礼拜，毋知影佫有需要我介绍的无？毋忙吼，看见咱老咧，大家做伙伫即个所在来搁较熟悉者，我遮无资料吼。有几项代志先甲大家拜托者。后礼拜12月25圣诞赞美礼拜加一场10点半，所以第一场咱无。总是后礼拜你若开车来，你听好停在南昌街的台电停车场吼。咱一年敢来通计甲停4摆，即个圣诞节会使吼。所以你若有开车后礼拜，请你去。会通去台电停车场停。我受到这个咱这届圣诞庆祝会总指挥吼梅心执事的交代，伊爱我提醒几项代志，就是12月24拜六的迄个圣诞庆祝会报名到今仔日截止吼，因为每一楼拢爱订餐吼，所以今仔日请你尽量要招朋友，各方面尽量伫今仔日报名吼咱才会当准备适当的这个餐点。第二项就是你拜六来的时阵，虽然咱节目是3点半开始，总是2点45你就会通开始来报到吼。因为你有报名，所以拢有名。你报到的时候，你会领2张物件，一张是经文卡吼，一个圣经节真水的经文卡，迄张就是抽奖券啦吼。咱的抽奖券袂歹，我听讲有个泡汤券啦吼，有啥物，足侪遮换下档本啦吼，有迄个住宿券啊、泡汤券都有吼，所以你一定去摕这经文卡，然后你摕一个餐券，你会知影讲你伫第几楼，伫地下室伫楼顶，所以你爱摕这2项代志。2点45你就会通来报到，咱节目是3点半开始。第三项就是。可能有一寡朋友你无熟悉，像请咱南门教兄弟姊妹主动去熟悉这新来的人啦吼，因为咱是主人，咱欢迎伊甲咱伫遮来庆祝圣诞，所以主动去甲你较无熟悉的人，甲伊认捌伫迄个所在来甲因拍招呼。第4就是各楼吼，因为可能200-300个人要备餐摆椅桌等等遮的吼。需要咱大家，若你体力会使，才斗骹手，然后食饱了后，到整理那个场地，因为咱过两天就圣诞25号吼，暗时可能7点外食饱8点，你若留咧甲场地甲伊恢复吼，安尼较好势，咱礼拜日的即个，这要甲大家拜托的吼，多谢咱大家。做伙来吟上映的诗歌，圣诗495首第4节到第5节，请会众起立。上天中的修士万民，日日互咱无欠亏，主的旨互咱满意，大为快乐来经过，大人来对主来，欢喜听候伊安排，咱着对演我的上帝，时常奉献感谢祭，真心无落称赞天父，以是圣行来感谢，主叫咱着顺坦，对伊卡保稳平安。
安尼也受上帝祝。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个伫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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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闭会。